较慢口的，咱坐入来吼。主你所拣选，住伫你殿院内的人真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各位兄姐平安，
真欢喜，主日的早起，咱自己一家要来敬拜上帝。咱要来吟圣诗，学罗上帝，请咱起立。圣诗73首，但愿感谢上帝。请咱同心额头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我要学罗你的圣名，因为你就是真理、道路甲活命。你是阮的救主，阮的倚靠，除去你以外，阮无别个仰望。阮要感谢你创造天地万物，佮赏赐阮丰盛的生命。你的圣灵保护师时常保护阮、照顾阮、引带阮行头前公义、和平的路。面对人生各项的困难甲挑战，无得惊赢。这是阮谦卑来到你的宝座前，要敬拜你、亲近你，领受你的教示。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用十字架顶的宝血洗清阮的罪，赦免阮所犯一切罪过，医好阮拢总的病，救赎阮的灵魂脱离死无。你用仁爱甲慈悲做阮的冕旒，用和面祝阮的心愿。
阮的心切切羡慕你的义，阮的目睭要仰望你的慈爱。恳求你为阮做清洁的心，互阮重新得到快乐。主啊，阮需要你的听，互阮的内心有真正的改变。每日祈祷、读经的生活来操练阮的灵命，用喜乐的心情打开阮的目睭，确定阮的看见，朝找新的方向。本主日是关怀主日，求主使阮有帮助受伤者的心肠，常常关怀弱势，有热情、有智慧甲勇气，参加教会宣扬福音的时间。主啊，恳求你，互阮伫你所安排的这份上，尽阮应该做责任，互阮成做你贵重的器皿。成做圣洁、骨下你用的人，主啊，阮所夸口的是家己的良心，毋是人的骄傲，也是家己的能力，是要倚靠你的圣灵，甲阮同在。恳求阿爸爸上帝使阮新生命的愿望，应允阮充满来自圣灵的信心甲听，忍耐。甲顺服，当阮拄到困难的时，无要放弃，无要挂虑，专心倚靠，仰望你，相信你的恩典一定有够万用。阮要甲今仔日的敬拜以及蔡牧师的讲道，诚做芳芳的节，献予你，交托伫你的手中，愿讲的甲听的拢得到你满满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无完全，阮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愿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正，一对亲如天。愿历史平安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互你带阮入去，救阮脱离离歹，因福万灵荣光拢是你所。到代代无尽，阿门。这时，咱要来启用，请咱掀开圣诗后壁，启用文伫第15篇，圣诗后壁23页，启用文15篇。上帝啊，伫錫安的人俄罗咧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赢我，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徛伫你的院内的。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你出日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上帝的河，伊的水满满，你管握田园，满伊的高，修平伊的灵。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
地质矿业的草埔，草埔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麻来砍。咱过来吟圣诗，阿罗上帝圣诗201首，救主听痛的声，请起立来吟。这是要请西罗亚诗班来学乐，伊要唱的歌是《听》。
感谢西罗啊，用遐水的诗歌引带咱来敬拜，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这时咱要来攻读上帝的话，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第6节，现代译本267页，听是无爱不义，只有爱真理。第二位的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请咱掀开约翰福音第3章16节，现代译本新约149页。约翰福音第3章16节，上帝遐疼世间人，甚至赐下伊的独生囝，要互所有信伊的人无得灭亡，反得到永远的活命。圣经以上，这时咱要请主任牧师、蔡牧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爱的真谛》系列，听只有爱真理，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有讲到真理有3个特性，就是有绝对性、有不变性、甲普遍性。咱嘛有讲到耶稣基督所带来信仰的真理是绝对的，是不变的，是普遍的。是适用大家，是为着要拯救所有信靠伊的人。咱今日咱要来继续来看听甲真理的关系。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互阮搁静静坐伫你的面前，要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帮助。主，阮即时恳求你的圣神。就是内住伫阮心中的神，来帮助阮，阮有智慧明白你的话，也有信心听心照你的话去行，
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当咱明白什么是真理了后，咱继续来看听甲真理的关系。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对咱讲，听只欢喜真理。伊的意思就是讲，听甲真理有真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真理甲听有真密切的关系。所以，咱的台语圣经将即则翻译了真好，就是讲听甲真理三甲欢喜，听是甲真理三甲欢喜。用一句现代话来讲，就是讲听甲真理是好朋友，是麻吉的吼。如果两个人若合做伙，就会非常欢喜，非常快乐。咱若甲咱的好朋友斗阵的时阵，咱会感觉讲非常非常的欢喜，非常非常的快乐，因为咱甲咱的好朋友真密切的关系嘛。若见面，若斗阵的时阵，咱会感觉享受真大真大的欢喜。所以听甲真理吼是好朋友，两个人若合做伙的时阵，都会非常快乐。因为听，咱知影听是欢喜所有真实的代志。有听的人，伊就袂爱去虚假、欺骗的代志。上界重要的原因就是讲听甲真理吼，因为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因两个有真大的关系。有啥物款的关系？第一，就是咱来明白，就是讲听是真理的来源，爱是真理的来源爱是真理来源。因为咱今日两堂合并吼，所以牧师有拿来加减讲华语吼。爱是真理的来源因为咱来明白的讲，耶稣基督为什么爱得成肉体来到世间？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一来是要显明真理他来是要显明真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上帝疼咱嘛。所以圣经内讲，上帝遐尼疼世间人，上帝那么爱世人，甚至赐了伊的独生囝，要互所有信伊的人无地告灭亡，反倒等得到永远的活命。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要使所有信靠他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世间显明真理？是因为上帝的疼嘛，是因为上帝的爱，所以耶稣向我们启示这个信仰的真理。所以爱是真理的来源，疼是真理的来源。第二项，真理的内容就是爱，真理的内容就是疼。咱看见到耶稣所启示的真理的内容，就是上帝怎样疼咱嘛。耶稣所启示真理的内容，就是上帝的爱，就是上帝爱的救赎计划。耶稣所带来，是上帝透过耶稣要来表现伊对人类的疼。因着耶稣的受死，我们得到上帝的赦免。因为耶稣的死，咱得到上帝的赦免。这就是真理，要信仰真理的内容。所以真理所要表达的就是上帝的爱，真理的内容就是上帝的疼。所以既然爱是真理的来源，而真理的内容就是爱，所以这两项若合做伙，伊就非常快乐，非常欢喜。既然真理跟疼有这么密切的关系，爱跟真理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安尼咱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咱应该爱思考，我们如何回应这个真理所带来的爱？咱要安怎回应真理所带来的疼？我说有5项指示，5项分享，就是我牧师要分享5个重点，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学习。首先，做一个疼的人，做一个有爱的人，咱来做的第一项代志就是爱刻薄真理的。我们要渴慕真理。首先我们要渴慕真理，因为渴慕的心把我们带到真理的面前，刻薄的心将咱带到真理的面前。刻薄的心就是一种动力，它是一种动力，
让我们可以持续的追求真理，咱让持续去追求真理。咱知影在圣经中间在圣经当中，有一些人实在是做好运呢。他们很幸运，他们跟耶稣面对面，因跟耶稣基督当头对面。但是有些人很可惜，他跟真理擦肩而过，跟真理相相心啦。譬如讲有一个人叫做比拉多，比拉多是审问耶稣的人，伊跟耶稣面对面哦，他面对面的问耶稣。伊问耶稣讲：“你是王吗？你敢是王？”耶稣来回答讲：“你讲我是王，我是为这来生。你说我是王，我是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别为着真理做见证。”耶稣讲：“伊来是为着真理做见证。凡属于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既然属于真理的人，都爱听我的话。”叫比拉多他就问耶稣一句话，伊问耶稣讲：“真理是啥物？真理是什么？”耶稣讲伊为着真理做见证嘛，伊就问伊讲：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啥物？耶稣不应该是本来要来回答真理是啥物，但是比拉多问完这句话之后，伊无迄个耐心听好耶稣回答，伊就做审判。我想其实比拉多伊的内心，他的内心真的很想知道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啥物？但是以后外在太侪物件搅了，直到伊迄款较无的心就失去。他被外在的太多的繁琐的事情搅扰，以至于渴慕的心失去了。他只想保住自己的职位。伊迄阵犹太人来乱嘛，所以伊心肝真乱。所以，伊拒绝搁再了解真理，他拒绝再了解真理。耶稣曾经进入比拉多的生命，世间无一个人遐尼好运，伊捌当头对面去问耶稣，真理是啥物？没有一个人像比拉多这么幸运，他亲自问耶稣真理是什么。但是太侪困扰伊的代志。直到伊无耐心去接受耶稣基督对伊的回答，他失去了最宝贵的机会，实在是真可惜。所以咱要有较无的心嘛。圣经勉励我们要渴慕，圣经讲要像新生的婴儿，时时渴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借着他长大得救。咱爱亲像迄个新生的婴仔。时时较无迄个纯正的灵呢，通借着伊来长大来得救。咱毋知影，咱咧养饲咱的囡仔的时阵咱拢会带囡仔饲牛奶对吧？我们都会给孩子喂奶我有2个孩子拢真好药饲啦因为拢足够食的我小时候他小时候的时候，我在喂他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吃牛奶我们本来说刚出生的孩子给他30cc 的牛奶，可是喝完30cc，他的嘴巴还在那边吸着好像还想吃我们再多给他泡30cc， 吃完还要再吃到满月的时候就吃120所以我的囡仔拢头好壮壮，拢肥嘟嘟的对了那孩子就是渴慕这个灵奶渴慕牛奶，他才会成长。咱的信用嘛是这样，你要较无，你要渴慕那个来自于上帝的真理，因为我们要借着他长大得救，咱要借着伊长大得救。所以，亲爱兄弟姐妹，我们面对真理啦，一个有爱的人面对真理，咱就是爱较无要渴慕渴慕之后。因为渴慕的心把我们带到真理的面前嘛。第2项，咱就是爱认识真理，爱明白真理。当咱用较无的心来到真理的面前的时阵，咱来明白伊，明白伊。圣经同咱讲
上帝爱人人得救，拢爱明白真理。上帝希望人人得救，都认识真理。所以咱明白就是讲，如果明白真理，会当互咱得救。所以咱爱用心去明白。按咩明白真理？那信用的真理，有两项，无是有两项建议。第一个就是要透过圣经，爱透过圣经啦，因为咱看见着全部的圣经拢是受上帝灵感所写的，对伫教导真理、指责错误、纠正过错，指示人生的正路，拢有利益。全部的圣经都是受上帝灵感而写的，对于教导真理、指责谬误、纠正过错、指示人生的正路，都有益处。所以这人讲，圣经会当教示真理，互咱明白啥会是信用的真理。所以圣经嘛会当引带咱人生的道路，互咱明白咱爱往倒一个方向去，让我们有一个引导，知道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但是咱爱明白跟他读圣经有时阵咱人对真理的明白实在有限，我们人对真理的认识实在有限，所以佫需要另外一个帮助者，就是爱圣神。伫研读圣经的时阵，研读上帝话的时阵，我们需要上帝的灵的帮助，咱需要上帝的神的帮助。迄真理的神来帮助咱的时阵，咱得当清楚。咱看见了耶稣基督这样说，耶稣讲，迄个安慰者就是我的爸因为我的名要册来的圣神，会将一切的事指示恁，而且互恁会记住我对恁所讲的一切的话。耶稣这样说，他说那个慰助者就是父亲因着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会把一切的事指示你们，而且使你们记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就是讲耶稣基督对咱讲的话，圣神会咱提醒。耶稣基督对我们说的话，圣灵会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我们看见的，其实在历史上面有一些人因为误解圣经而做出一些不适当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告诉我们说，咱的信仰就咱讲，圣经甲圣神爱作为作用，所有理解上帝话，拢爱透过圣神。我们要透过圣灵来理解上帝的话，而所有受到圣灵的感动，都要透过圣经上帝的话来印证。所有对着圣神的感动，咱要透过圣经上帝话来咱印证。所以圣经甲圣神互相合作下面，互咱理解真理，互咱让我们认识真理。这是第二项，咱来明白真理。第三项，咱唔跟他明白伊，咱来相信真理。我们的信仰不能只停留在认识而已，咱个爱相信，我们还要相信。咱看见着保罗先生安尼讲，为了这个目的，我奉差遣做外邦人的传道者甲使徒，做教师来互因相信，而且明白真理。所以保罗说，我奉差遣做外邦人的传道者跟使徒，做教师来使他们相信并认识真理。保罗一共伊的工作，就是使人认识并且相信真理。所以咱爱透过明白圣经，而且佫爱相信伊，咱才会当得到利益。相信有真侪意思，但是伫遮相信有两种特别的意思。相信有两种特别的意思。第一个，相信是代表完全的接受，完全接受圣经所教示信用的真理。我们要深信有上帝，深信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相信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相信这创造天地万物的人上帝听咱，
深信上帝爱我们，深信上帝爱我们到自己到极，甚至将伊的囝耶稣基督赏赐给咱，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完全接受圣经上信仰的价值，这就是相信。第二项，相信是代表绝对的信靠，绝对的信靠。信心不单单是接受圣经的真理，也代表我们决意要完全信靠上帝。信心不是一些教义，不是一寡教义，不是一寡认捌一寡真理、一寡知识知捌尔。信心嘛，不是一种情绪。信心不是讲期待讲圣经中间的代志可能会发生，不是安尼，是咱来完全相信伊的确会发生。所以信心是将你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上帝，信靠上帝。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上帝，完全信靠他。所以咱即摆讲三项嘛，爱较无真理，认捌真理，而且相信真理。第四项我非常重要，就是咱来实践真理。我们要实践真理，因为真理不是一套理论啦，真理是实践出来。如果光知道，光是相信，也袂当带予你生命的改变。你若干那知影，干那相信，不能为你带来生命的改变。要实践它啦。咱看见的圣经中间也有一个人，他就是少年的官，他实在是很可惜的一个人，真可惜的一个人。伊怀着迄个较无的心，咱看伊偌较无，他是跑着来见耶稣呢，用走的来见耶稣。看到耶稣，伊马上跪了，看到耶稣他就马上跪下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说：我要如何做才能够得到永生？我要安怎做才能得到永远的活命？耶稣看见到伊心中的欠缺，但是只是一寡律法，伊讲伊拢做啊，然后伊讲你要变卖所有，你要变卖你一切的财产，然后又要帮助穷人，然后又要来跟随我，要帮咱送佣人，而且佫爱来跟对我。结果咱圣经讲，这个少年的官忧忧愁愁的走了，真忧愁，忧头甲面的离开，因为伊知影。安怎做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结果他做不到，他没有办法把它实践出来。所以真理的部分，咱除了相信，除了知影以外，咱爱将伊实践出来。因为咱也知影，有时阵道理咱知影其实无啥物困难。我们知道道理不是很困难，要把它实践出来比较困难。比如说咱拢知影讲过中年了像我这个较容易大块的人都唔通食肥肉，唔通食控肉，但是咱去食道的时候，哇，迄红肉还是讲迄个蹄膀长出来了你想讲伫遐心中就会挣扎就催眠自己说这是通血路的这个会通血路就把它吃一块没有关系，明天再减肥所以知道道理很简单，要把它实践出来，可能有一些人有困难。面对信仰的真理也是这样，面对信仰的真理嘛是讲，有时阵咱都明明知影，咱只要信靠上帝就会使，但总是咱心中会有犹豫所以圣经给咱提醒严密查考那完整又使人得自由的法则，而遵守的人，不是听了就忘掉，而是切实行道的人。不是听到这道理你都袂记住，是将伊实践出来的人。这款的人，伫伊所行的代志顶面，一定得到上帝的祝福，一定蒙福啦。所以咱来明白，实践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咱亲像咱去看医生，医生知影你有病，爱逐日医治，逐日开药方。你知影讲食这药你得健康起来，但是你偏偏
拒绝食这药啊。知影道理，甲行出道理是两回事。我们真的要特别注意，要把爱的真理实践出来，让爱与真理一同欢喜。最后一项我顺便要大概提醒的，就是除了实践真理之外，我们还需要宣扬真理，还是要传扬真理。保罗勉励提摩太讲，爱努力伫上帝面前做一个经得起考验、问心无愧的工人，正确讲解真理的信息。所以，咱每一个明白真理的人，实践真理的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宣扬真理，要将真理传播出去。因为这是会当予人上界大的祝福一项礼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一起参与在分享、宣扬真理的工作上。但宣扬真理是每一个耶稣基督门徒应该爱做的，这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充满爱的一件工作、一项服事，是充满疼的一种服侍。我本身是出生于一个未信者的家庭，我本身是来自于一个未信者的家庭。因为伫台专的时阵，我有机会接触到信仰，才有机会成做基督徒，才有机会今仔日会当服侍上帝。我常常在想，在生命当中影响我最大的人是谁？应该是遐会带领我信主的人。我无法度想象讲，如果我若无信主，我今仔日会变做什么款的人？所以真的很感谢那些在我生命当中对我的信仰有正面影响的人，真正真感谢这个引带我明白上帝的人，明白真理的人。这嘛让我想到讲，如果我们本身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那真的是亏欠上帝的恩典。我所一直期待讲，咱双年教会过去做真济服务性的工作。做真济真好的事工，咱嘛一直咧传扬福音，但总是这是咱还未完的债，咱的咱可以准牧师来讲，这是还不完的债。咱一定爱永远对这个传福音，咱有感觉有亏欠，我们永远都有亏欠。这样，安尼咱的教会才能转化，我们教会才能够转化成为一个不单单是领受恩典的教会，而是一个分享恩典的教会，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咱教会爱对一个领受恩典的教会，转化成做一个分享恩典、传扬真理、传扬福音的教会。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去思考我们生命的责任。主啊，恳求您装备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渴慕真理、愿意认识真理、相信真理、实践真理，并且宣扬真理的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咱即马来念圣诗，来回应上帝听，请咱起立来念圣诗161首美调，上帝所赐的活命。Oh
摆阮要来奉献，也袂填写来门卡的内面，请填写好交即时来奉献。先来祈祷。慈悲疼痛阿爸爸上帝，阮是一嘴会当得到你的疼，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用你独生囝的宝血洗清阮的罪。阮的钱源、阮的财能、阮的健康、阮的身体、阮的灵，拢是你所赏赐。阮即马要甲阮淡薄的金钱奉献，互教会做圣工的路用，请你感觉。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
济。即时我要来报告，本主日是本会所定关怀主日，特别为着西罗亚诗班甲亡灵的时间奉献。恳请兄弟继续关心教会各项的亡灵时间，具体关怀本会会友陈顺图弟兄10月11号安息主怀，定本周五11月3号上午8点半，在第2殡仪馆景仰楼至真厅举行联合祭奠，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邱氏宗祠姐妹10月14安息主怀，定至11月3号，就是这礼拜5下晡2点，至第一殡仪馆怀德厅举行日念礼拜。11月4号，这个礼拜六早上9点半，在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恭喜本会会友吴义轩弟兄与吴妮珍姐妹，定于11月4号，这礼拜六下晡3点，至10楼礼拜堂要举行婚礼感恩礼拜，欢迎大家来观礼，愿上帝祝福新人。补充报告，本会会友慈师秀玉长老娘、长老妈，就是石产灿、石公灿、石明灿长老、石淡湖的妈妈，自10月26安息主怀，定至11月16下晡2点，至第2殡仪馆至真厅举行入殓火化礼拜。另外，自11月19礼拜日下晡1点半，至10楼礼拜堂要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愿上帝安慰遗族。2018年新任同工训练及事工协调会，这礼拜六11月4 9点半，至9楼会议室，请所有的团契诗班新任的会长同工保留时间来参加。咱来掀开第7页幼稚园时间。这礼拜六11月4幼稚园要举办亲子运动会，双联哇上赞！会中安排精彩的班级体能展现、亲子欢乐游戏、有趣的拔河对抗赛等项目，借此增进家长与幼儿的互动。欢迎有空的人莅临双联幼稚园来参加。咱来掀开13页、12页装备的课程装备的课程蔡牧师服侍与布道的装备课程剩最后两堂10月31号到11月7号另外有基督徒不可不知的8堂课刘建良长老主持的请大家会当踊跃来参加。另外13页就是11月2号这个礼拜4，咱有邀请姚立明教授，就是今嘛国会观察基金会的董事长，要来讲课讲座，就是宗教改革与社会改革系列的讲座。这礼拜是要讲从基督信仰谈台湾需要的政治启蒙。以上报告，这是要请牧师来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牧师要介绍新的朋友咱中间有一位吴嘉玲，好，在上面伫楼顶
欢迎欢迎哈！唔知影甲咱中间有其他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若无牧师补充报告吼，牧师补充报告。咱等下这段礼拜结束了吼，咱就是要举行会员合会。我们要举行会员合会，要选举执事。那牧师要呼吁哈，这是咱的管理甲责任哈，这是我们的责任与权利哈，所以我请大家一定的确爱咱的会员爱留来参与哈，要会员所有的在籍会员都要留下来参与啊，而且我们用很快的速度把它选举完毕哈。那希望上帝的心意透过我们的投票能够显明哈。咱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圣殿中间敬拜你，甲你亲近。主，阮愿意每一遍亲近你的时，就敲找你的心意。透过敲找你的心意，阮也思考阮的责任来满足你的心意。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伫你的面前自执，得到你的欢喜。我们当中有心灵忧伤的，恳求主你安慰。有肉体软者，求主你赐了复原的气力，互阮伫你的听的顶面来复原，也互阮心中充满喜乐和平安。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可以透过教会的各项事工来荣耀你。恳求主你兼顾我们所做的工，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你做见证。我们待会也要举行会员合会来选举你的罗卜，恳求主你的旨意显明伫阮的中间，阮所做的都能当合你的心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上演509首，请咱起立来吟。阿罗天父万福本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岛社阮共受差遣。